多谢新竹在地人在地前要来看这个清明节。台湾的举办节伫当年的清明这个前后，由于高雄无林往北平迁徙，并且暂时停伫拿来乡，所以讲今年拿来乡公所呢，将会连续2礼拜办这个指点捌的活动。 当年清明节前后是举办野迁徙的季节，咱来乡公所伫咧今年除了举办举办野季，邀请民众同齐来欣赏举办野。因为这几年伫咧山顶小沙发现照好的现状，所以就甲含今年举办野季来共同给结合做伙。更特别的是，我们今年呢，把这个母亲节呢拉到这个石虎祭子班节嘉年华会一起扩大的举办。农业部研究所讲，这几年伫咧拿来平顶川、澳本川和林木川小沙发现保育类动物照好现状，嘛少数整改现象，代表在地山顶生态环境适合照好生存伫咧车。 其实石虎它很隐秘，因为它白天都不出没。那我们晚上拍到的影像就是黑白的那个红外线影像，是因为它们其实在我们人休息之后，它晚上就出来活动。咱来乡除了当欣赏美丽举办野，卖当来熟悉保育类照好的相关知识，邀请大家来这佚佗行探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